家人禁言娶妃。当菩萨到了16岁的时候，释迦族的人就向净饭王进言说，既然预言中说王子有2条道路可以走，那么我们就给他娶一位妃子吧。大家经过商议以后都同意了，所以就决定由500多位释迦族人每一户选出一个女孩，然后把这件事禀报给了菩萨。2. 菩萨提出择妻条件。菩萨收到消息以后就回答说，他需要7天的时间才能给出答复。其实菩萨他本身就没有贪欲，也不会被女色所迷惑，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菩萨是要厌离世间，远离人世的，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太不妥当了。因此菩萨为了能够利益众生，就带着慈悲心对大家说道，如果你们能够找到一位女孩，她既长得很美，没有妇女应该避免的缺点，又具有仁慈等等许多善良的品质，那我就可以娶她。3. 优陀夷寻访贤女。为了要找到这样的女孩，国王就命令大臣优陀夷四处去寻访。优陀夷挨家挨户地寻访了很久很久以后，有一天他来到了释迦族一位释迦持杖的家里，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位非常美丽又很贤惠的女孩。4. 耶输陀罗应允婚事。这位女孩看到一位婆罗门大臣来拜访，就问他说，大臣啊，你到我家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优陀夷就给他解释了自己来访的原因和目的。这位女孩听完以后就说道，大臣你所说的那些品德和特点我都具有，如果王子有这个意思的话，我同意嫁给他。优陀夷随后就回到王宫，把这件事禀报给了国王。这位女孩的名字叫耶输陀罗，她是释迦持杖和他妻子善目所生的女儿。她还有一个哥哥，名字叫做释迦持剑。5. 王子施舍则妃。国王心里就想着，这位王子确实不是一般的人，而女人这个群体天生就有狡诈的性格，因此我应该让王子去向这些女孩们施舍礼物，看他喜欢谁就娶谁。于是国王就把所有的女孩都召集到了迦毗罗卫宫的前面，让他们来接受王子的施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其他的女孩们都因为受不了菩萨身上散发出来的荣光和气势，所以接过了施舍的礼物以后，都匆匆忙忙地离开了。6. 耶输陀罗从容索取事物。就在这时候，耶输陀罗的父亲就对自己的女儿说，王子在这里选择妃子，你也去吧。女儿听了以后就说道，不管我最后能不能被选中，这肯定就是我唯一的一段姻缘了。说完以后，耶输陀罗就像一位仙女一样沉着冷静地走到了王子的身边，然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王子。等到王子把饰品都施舍完了以后，他就对王子说，我做错了什么事，你才会这样忽视我，怠慢我呢？王子就回答说，我并没有怠慢你，只是你来的有点晚了。说完以后，王子就展示给他看一枚价值1000金的戒指。耶输陀罗一点都不客气，他登上了狮子宝座的阶梯，然后从王子的手上摘下了那枚戒指，还问道，就只给这个吗？王子就回答说，其他的饰品你也可以随便拿去啊。耶输陀罗听了以后，就很自然地从王子的胸前摘取了一条珍珠项链，戴到了自己的脖子上，然后就离开了。7. 持决拒绝婚事。这件事情被禀报给了净饭王，净饭王就说，这样的女孩一定会合王子的心意。于是国王就给持决写了一封信，信里说，王子非常喜欢你的女儿，请把你的女儿许配给王子吧。但是释迦持决却回信说，我们释迦族有一个规矩，就是凡是女儿要嫁给别人，那嫁出去的对象必须是一个在艺术、剑法、剑术和摔跤等等所有武艺方面都非常精通的青年。而王子你呢，他生于舒适安逸的王宫里面，对于武艺一窍不通，所以我不能把女儿许配给他。8. 净饭王发怒。净饭王听到这个回复以后就非常生气，忍不住就怒声说道，这个人对我实在是太无礼了，而且这已经是第2次了。上一次我为了王子的事情召集所有的释迦族人来开会的时候，他就曾经说过，难道你是要我去河阳讨论事情吗？ 9. 王子请求展示武艺。王子听到了国王说的这些话以后，就走到国王的跟前问道，父王，你为什么要生气呢？国王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述给了王子。菩萨听完以后就说道，父王啊，这个城里还有谁敢和我比武呢？国王就笑着问道，
王子啊，难道你还会武艺吗？菩萨就回答说，父王，我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因此，请父王就召集所有的武艺高手吧，让我来展示一下我的武艺。宣布7日后比武大会。净饭王听到了王子这样的话以后，就向整个迦毗罗卫城降下诏令，宣布说，从今天开始，7天以后，王子将要展示他的武艺。所有懂得武功的人，务必要来参加。比武大会参赛者云集。7天以后，王宫里就如期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比武大会。参加比武的人，除了菩萨以外，还有摩诃婆舍波提的儿子难陀，白饭王的儿子阿难，胡饭王的儿子婆娑和拔提，甘露饭王的儿子提婆达多和阿那律，还有乔迪离迦、罕达提夏、迪达摩罗迦、大海狮、难陀、乌难陀、产陀、阿说迦、补那婆素迪等人。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释迦牟尼的6位恶行弟子。此外，还有500位释迦族的青年。另外，还有王子的叔叔们的儿子善忘和善觉，释迦族的儿子乐荣、阿舒迪、托优，还有贤王的儿子蛇夫、安乐、明荣、光生、持觉的儿子持剑等等，这些骄傲自大的释迦族子弟，总共有500人。此外，还有优陀夷等力量非常大的宦官们的儿子们。这次比武大会约定好了，谁要是能在比赛中获胜，那耶输陀罗就将成为他的妻子。在比武开始之前，所有的参赛者都高声欢呼，并用这个来发誓。提婆达多击毙大象。首先，提婆达多来到了城门口，就遇到了一群人带着一头大象在门口等着。这头象是在菩萨诞生的时候，因为王子的英明广为传播而在毗舍离城生下的。那里的离遮毗人认为这头象是因为王子悉达多的功德而生的，所以就把它带来准备献给王子。提婆达多就问离遮毗人说，这头上等的大象是谁的？大家就回答说，根据预言，悉达多王子将来要成为转轮王，这头象就是毗舍离人为此而送给他的礼物。提婆达多听了以后，心里就顿时产生了妒忌心。他仗着自己是释迦人，身体强壮有力，就用左手抓住了象鼻子，然后用右手狠狠的一掌打下去，把那头大象直接打死了。打死以后，他还说道，他还根本没有成为转轮王呢，你们怎么就敢把象献给他呢？阿难扔象7步。随后，提婆达多的弟弟阿难也来到了城门口，看到死象以后就问道，这头象是谁杀死的？大家就回答说，是提婆达多杀的。阿难听了以后，心里就想着，这肯定是提婆达多在展示自己的武功才杀死他的，那我也不妨试试自己的力量。想到这里，他就抓住了死象的尾巴，把它扔到了自己门口外7步那么远的地方。王子抛象至城外。最后，王子也来到了城门口，看到死象以后就问道，这头象是谁杀死的？大家又回答说，是提婆达多杀的。王子又问道，哎呀，那是谁把它扔到这里的呢？大家回答说，是阿难扔的。王子听了以后就说道，他做得很好啊，他也想着肯定是他们2个在试验自己的武功才这样做的，那我也试试吧。于是王子就说道，死象的尸体放在这里会腐烂发臭，不能留在城门口。说完以后，王子就坐在马车上，仅用1只脚的大脚趾抓住了象的尾巴，越过了7道城墙，跨过了7道护城河，一直把它扔到了城外一具庐舍的地方，那是大约5里远的地方。象尸掉落的地方就现成了一个很大的盆地，这个地方后来就被叫做象洼。后来信徒们还在这个地方建造了一座象洼塔。王宫长老云集赛场。随后，净饭王、白饭王、胡饭王、甘露饭王，还有狮子吼的儿子释迦王善贤、无边、善甲王、神居、贤德等等这些释迦族的王公和长老，以及大愿光生的父亲持觉、乐生、灵生释迦实善、大臣邹离那等等这些达官贵人，全都一起来到了比武的赛场，要观看这些青年们展示技艺和进行比武。比试语文功力。此时，参加比武大会的500多位释迦族的童子就出城了。为了要比试语文的功力，他们就把众人师聘请来做裁判。各位年轻人就把自己所写的文字呈上去，让众人师来做裁决。众人师看完了所有的字以后，就宣布说，
菩萨对所有的文字都非常精通，世上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。这样，菩萨就成了这一轮比试的优胜者。17. 比试数学。接着他们又进行了数学的比试，一位很有名的大数学家释迦摄诸就被聘请来做裁判。在比试的过程中，其他的释迦族少年都展示了各自所学到的东西，但是菩萨的表现更加优秀，得到了摄诸的赞叹。18. 阐释高深数理。于是国王就让摄诸和菩萨来比试一番。摄诸就问王子说：王子啊，你能不能够理解千万以上的数字计算法呢？王子就回答说：100千万为10亿。接着王子就阐释了从极微尘尘埃开始到游巡这样的距离单位，以及须弥山和4大洲世界的计量等等这些数理。摄诸听得惊叹不已，于是摄诸和释迦族的人就除了留下一件衣服以外，把身上穿的其他所有的饰品都献给了菩萨，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们对菩萨的信服和尊敬。这样菩萨就又胜了一轮。19. 跳跃、游泳、跑步皆胜。之后他们又比试了跳跃、游泳和跑步等等这些技艺，菩萨在所有的项目里都获胜了。20. 神奇的砍树术。接着他们前往进行砍树的比试，那些青年们就像割毒草一样，一下一下的把树木砍倒了。但是菩萨呢，他是平铺直砍，他所砍的树木都是立着不倒的。虽然说砍树本身非常高超，但是500位释迦族的青年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就说王子的砍树并不比我们强。后来一些神仙就施展了风术的神通，把王子所砍的树木吹得随着风一排排的全部倒了下去。释迦族的青年们看到这一幕以后，无不为菩萨的砍树而叹服。21. 提婆达多摔倒500人。之后啊，释迦族的青年们又想要试试菩萨的摔跤能力，于是他们就从500人当中精心挑选出了32个人，然后又从这32个人当中选出了阿难、乌难陀等等这样的人，最后又从他们当中选出了大力士提婆达多。只见提婆达多身上裹着布衣，他就把500位释迦族的青年一个接一个的摔倒了，然后昂着头，挺着胸膛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位王者一样威风凛凛。22. 菩萨举起提婆达多重摔在地。在这个过程中啊，菩萨也为了要展示自己的摔跤能力，就走了上来。提婆达多看到菩萨以后就说：你站在那里干什么？于是菩萨也身上裹着布衣，就把500位释迦族的青年一个接一个的摔倒了。之后阿难和乌难陀就走到王子的跟前，要和王子进行摔跤比试，但是他们根本不是菩萨的对手，一交手就被摔倒在了地上。接着提婆达多就仗着自己的力量和释迦人天生的骄慢，昂着头，挺着胸膛，大摇大摆地在摔跤台周围转着圈子来挑衅菩萨，然后就向菩萨猛地扑了过来。这时候菩萨也快速地以非常熟练的动作，用自己的右手把提婆达多高高地举起来，在空中转了好几圈以后，就把他四脚朝天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但是因为菩萨并不是为了要摔死他，而只是为了要制服他的骄慢之心，所以菩萨并没有用太大的力气。因此提婆达多被摔倒以后还是安然无恙，没有受伤。23. 一人战胜500青年。这时候菩萨边整理着自己的衣服边说：如果你们还不服气的话，你们就大家一起上吧。500位释迦族的青年们听了以后，就一拥而上的向菩萨扑了过来。然而菩萨只是一发力，这些青年们就一个接一个的都被打败了下来。四周观看的无数天神和凡人们看到这一幕，个个都惊叹不已。众神们还降下了花雨来庆贺这场胜利。24. 比试射靶穿破记忆。过了一会儿，精通剑术无法的释迦持觉就骄傲而威严地对所有的童子们说道：现在我们再和他比试一下剑术吧。菩萨就于是和所有的童子们比试了射靶等等这样的技术，接着又比试了穿破这样的技艺。25. 射穿七树立而不倒。在比赛中啊，其他的青年都向所树立起来的7株多罗树靶子射出了斧头和铁剑，有的穿破了1株多罗树，有的穿破了2株。提婆达多就一连射出了3支箭，虽然说每一支箭都射穿了树干，但是因为速度和力度不够大，所以树干都倒在了地上。
而菩萨呢，一连射穿了7根树干，而且这7根树干都是立着不倒的。众人看到这样的景象，无不惊叹赞叹。26. 剑穿铁树，涌出泉水。又进入了破例比试的时候，他们竖起了7株铁树、铁骨和铁砖做靶子。首先由提婆达多跨开脚步站稳，用力射出铁箭，穿破了1株铁树。阿难则射穿了2株。菩萨射出的铁箭就像鱼儿一样，一条接一条地穿破了所有的铁树、铁骨和铁砖，然后还穿入了地里。当把剑拔出来的时候，一股清泉就出人意料地从那个洞里面流了出来。后来信徒们就在泉水流出的地方建造了一座佛塔。27. 持觉挑战远射。菩萨的剑术这样的超群无比，但是仍然还是没有能够平息释迦族青年们心中的骄慢。持觉看到王子确实是优于所有其他的青年以后，心里就想着，现在应该是时候来比试一下我的高明功力了。于是他就从众人当中站起来，大声喊道：现在请大家来比试剑术当中最高的功力，远射吧。28. 众人射靶准备远射。3位释迦族的青年听到了他的声音，就弯起了远射弓。其中乌难陀在2具炉舍的地方遥远地射了一个铁骨靶子，提婆达多在4具炉舍的地方射了一个铁骨靶子，阿难在6具炉舍的地方射了一个铁骨靶子，持觉在8具炉舍的地方射了一个铁骨靶子，而菩萨呢，就在10具炉舍的地方射了一个铁骨，另外还射了7株多罗树，这之后还射了一个铁质带轮子的野猪靶子。29. 持觉射中8具炉舍。随后他们各自都施展射术了。乌难陀射出的箭飞到了2具炉舍的地方，射中了铁骨，但是没有再进一步。这样啊，提婆达多在4具炉舍的地方中的，阿难的箭在6具炉舍的地方中的。持觉就以弯着腰的姿势发力射出，他的箭直接穿过了前面3位释迦童子的靶子，飞到了8具炉舍的地方，射中了铁骨。30. 众弓无法承受菩萨力量。菩萨最后一个出场，准备要射出，但是释迦族的童子们所提供给菩萨的远射弓，一到菩萨的手中，就不是断弦，就是折弓。没有办法，菩萨就朗声说道：这个迦毗罗卫城里还能够找出能够承受我的力气的强弓吗？31. 祖父留下的神弓。国王听到了王子这威震四方的声音以后，就惊喜异常，说道：你的祖父狮子夹王曾经留下了一把弓，这把弓没有任何人能够拉开，他在王宫里面被供奉着。菩萨听了以后就说：父王啊，请你让人把它拿来。32. 单指拉弓震动全城。弓被送来以后，释迦族的青年都没有办法拉开它，持觉使出了浑身解数，虽然说勉强拉开了一些，但是远远达不到能够射箭的程度，他就不得不无奈地把弓递给了菩萨。菩萨接过弓以后都没有站起来，他就在坐垫上半盘着腿，仅仅用右手的一根手指就把弓拉开上弦了。弯弓所发出的声响就震得人耳朵都疼，城里的人们就议论纷纷，有人说这是什么声音啊？还有人说这是王子拉弓的声音。众神们就回答说。33. 飞箭穿靶，涌出箭井。菩萨拿出箭放在弦上，以一种威严的姿态猛力射了出去，飞箭应声而出。众人看到他穿过了乌难陀、提婆达多、阿难和持觉等这些人的靶子以后，又穿破了自己的靶子飞了过去，在箭所经过的地方就打开了一个像水井一样的洞，箭洞里面顿时就有甘甜的泉水汹涌而出。后来的人们就把这个地方叫做箭井。众神和释迦族的人看到这样的景象都惊叹不已，众神们又一次撒降了花语以后就离开了。34. 展示一切世间技艺。最后他们又进行了在随声中的射击、切中要害的射击、追赶着射击、跨步射飞轮等等这样的射术比试，以及骑象、骑马、驾车、制作弓箭、意志力、力量、勇气、用铁钩、套绳子、前进和后退、避开和迎击、砍、撕、穿、碎、劈、掷骰子游戏、诗词、方位、绘画、颜色、纺织、生火、造车、乐理、戏剧、演讲、笑语、串珠子、扇风扇、金别、染布、幻术、解梦、乌鱼、女人、男人、
大象、马、牛、山绵羊和狗等等这些的相法，以及智力、历史、吠陀经、预言、祭祀仪轨、星象占卜、数字、瑜伽、毗婆沙论、宝物学、杠桩、阿修罗、量学、漆器、制盐、缝制、雕刻、剪花离香等等世俗和超越神人的所有技艺。菩萨样样都是优秀者。35. 不离禅定，展现神通。就这样，菩萨在不离开禅定的状态下，展示了比天龙八部还要高超的才学和技能。36. 向师预言12年内成转轮王。比赛完毕以后，这些青年们就乘坐着马车返回迦毗罗卫城。在返回的途中，他们就听到了出城的那些相师们预言说，释迦牟尼王子啊，如果他在12年之内不选择出家，他就将要成为转轮王。